大家好，歡迎收睇今節嘅馬詞隨記。今節繼續同大家去跟進有關於香港安全帶之亂嘅最新資訊嘅。今日咧見到政府有一節嘅記者會，由陳美寶局長出嚟做咗一節嘅解說啦。咁內容講到話會盡快安排咧，將有關嘅一啲規定市民戴安全帶嘅立法條文刪除嘅。咁又會話啦，再完善咗之後，先至諮詢翻立法會再推出咁樣嘅。咁當然啦，推出嘅時間暫時未有定案嘅，咁只不過點解政府突然間會轉態嘅呢？咁事關推出咗呢，僅僅只係5日嘅啫，咁講緊呢喺上個星期日啦，咁推出嘅，咁之後又經過咗啦一番嘅熱烈討論啊，咁包括咗呢就係，當日啊見到行會前記者會，咁李家超特首呢都講到啦，就話市民呢即係唔好過分去解讀呢件事啦，因為呢其他嘅一啲地區或者國家，包括咧所謂英美嘅國家，咁都係有關嘅條文咁樣嘅。咁只不過啦喺坊間上邊啦，引嚟咗城中嘅熱議啊。咁有啲咧住喺海外嘅網民啦，又講到話：喂，我自己依家身處喺某某國，但係都冇好似特首講到咁樣嘅，我哋都冇限制、冇規限呢，就必須要戴安全帶嘅。嗱，縱使話什麼長途嗰啲巴士係要戴安全帶都好啦，咁但係都冇咁辣嘅條文㗎喎。講到咧就要罰市民啦5000蚊啊，同埋要監禁添㗎。哇，監禁仲要係3個月啊，唔係3個星期，係3個月，非常之誇張。嗱，咁今日咧，究竟政府點解會有個所謂嘅轉態呢？咁亦都可以講啦，所謂一石激起千重浪啦，就係呢一個咧安全帶嘅立法推出啊，咁之後呢，亦都見到下城中有各路人馬啦出嚟呢，紛紛啊就住呢件事情去表態嘅。咁啊見到呢前立法會議員江玉歡也好啦，或者呢就係前立法會議員啊陳婉嫻都好啊，咁早日呢都有唔同嘅一啲發表啦。咁比方說，哇，陳婉嫻仲講到什麼啊？要取消呢一個企位啊，因為呢立法原意就係要市民安全咁樣嘅。咁於是乎呢，應該要取締呢一個英籍嘅雙層巴士啊，仿效翻好似內地嘅做法咁，多數都係單層巴士，唔係話冇雙層，咁但係全部啦可以咁講啦，十居其九都係單層巴士啊。咁係咪一個倒行逆施咁樣呢？咁啊轉頭再同大家去睇睇個情況。簡言之，成件事情就係因為安全帶呢件事呢，引嚟咗好混亂嘅一個討論，好混亂嘅一啲資訊。但係好清晰嘅一樣嘢呢，就係市民唔想煩市民想過一啲普通正常嘅生活啫。搞成咁樣嘅話，你話係咪本身立法原意就係要令市民安全安心嘅，係咪叫做本末倒置呢？今次咧同大家就去梳理翻啲資訊，去討論一下。咁希望各位朋友入到嚟先做好3部曲，包括咗點讚、訂閱同埋分享呢段影片出去。記得撳埋訂閱掣隔離嘅欄鐘仔入邊選入全部。咁下一節馬詞上載新影片或者做直播嘅時間，希望各位朋友都唔會錯過咗啦。咁坊間上面咧都好多朋友留意到㗎啦，咁就係早日咧，咁前立法會議員江玉歡啦，咁講到啦，關於個巴士安全帶，個新法例咧，僅係適用於呢個1月25號之後登記嘅巴士嘅啫。相關條文內容咧，參考翻呢一個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即係呢個第374F 章咧，入邊都寫明咗㗎啦，好似呢個第4呢一項啦，大家見到啦，即係本條只係適用於在2026年1月25日或該日之後首次登記嘅每一輛巴士。咁簡言之，係咪呢一件事情咧觸發到政府啦？咁突然間有個轉態喺度，咁本身言之鑿鑿噶嘛，都講到話，為咗保障市民嘅安全，必須要推行呢一個，或者係要嚴格推行呢一個啦巴士上邊咧，市民要戴上安全帶嘅呢個規定，呢個立法咁樣嘅。咁但係原來咧，法律條文同政府講嗰番説話又好似唔同嘅喎，因為政府先前去宣傳呢一個立法，咁宣傳到咧市民要佩戴安全帶，係講到咧所有嘅巴士係啦，冇錯啦，就係所有嘅巴士啦，或者一啲咧即係小巴等等嗰啲啦，簡言之一啲商業車輛，咁要乘搭嘅話咧，配有安全帶的話，咁都必須要扣上咁樣啦。咁但係個問題在於，依家似乎同呢條立法有個相違背喺度喎。
喎，個立法明明講1月25日之後嘅一啲首次登記嘅巴士嚟嘅啫，咁所以本身呢度呢已經有個相抵觸啦。咁反映嘅東西就係先前呢一個立法呢，嗱究竟係當其時草率啦，抑或係之後呢，喂即係強推啊，抑或呢就係既然係推咗出嚟咯，咁啊做咗宣傳咯，喂打蛇隨棍上啦，市民們呢都未必知道嚇咁清晰呢啲法律條文啊，咁於是乎就即係強行咁樣將個立法咁啊推廣出嚟，咁要市民去帶個安全帶咁樣呢。嗱，但係無論點都好，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觸發點嘅。咁啊，似乎江玉歡雖然離開咗呢個立法會啦嚇，依家成為咗一個前議員嘅身份啦。咁但係嗱，當日佢都有份啊，咁啊舉手啊，咁啊參與呢個投票嘅表決呢，就係通過呢一個嘅即係相關嘅一啲法律條文噶嘛。咁但係依家，咦佢先前都放咗風噶啦，即係講到話係啦，我先前可能睇唔清楚啦，睇唔足夠啦，係咪啲嘢都忽略咗啦？咁同埋相關嘅立法會議員呢，亦都有出嚟講過㗎，就係話當其時呢，因為要討論其他議題呢，可能喺呢一方面忽略咗。咁比方說好似陳恒鑌議員咁樣啦，都有出嚟講，但係呢幾日又見唔到佢出嚟去講翻相關嘅事咁樣喎。係先前佢講嘅話咩行半年先然之後呢先至再檢討翻，再睇翻喂究竟呢係咪繼續行落去啊？抑或點樣去修改啊之類。咁當其時馬前河都同大家講啦，喂等半年嘅話，即係一班嘅市民即係叫苦連天㗎咯喎，即係難聽啲咁講，直情水深火熱。喂搭架巴士嘅大佬，我都係想翻工啫，我都係想生活，我都係想買餸嘅啫。你依家又叫我又要點樣帶安全帶？唔帶嘅話，我又要罰錢啊，又要坐監啊！喂大佬點搞啊？仲要等半年。咁於是乎，其實好多嘢亦都夾雜埋一齊呢，就促使咗啦。我相信就係今日，哇點解政府就有個咁嘅轉態喺度啦？咁加上先前同大家稍為梳理一下啦，咁嗰啲咁嘅林林總總一啲市民反映嘅一啲心聲咁我覺得今日呢一個記者會，咁陳局長出嚟講話所謂推倒重來咁樣啦，咁我都覺得唔意外嘅。嗱，好似先前同大家講到呢啲安全帶嗰啲咁嘅配置啦，根本上都係未達標嘅。咁點解未達標呢？當然可能佢合乎到一啲安全標準啦，係嘛？咁安全帶用嚟即係保護生命咁樣嘛，扣上咗咁樣你就唔會即係譬如一架車 touch wood 講過嗰句咁撞嘅時間，咁個乘客就唔會。即係可能因為個衝擊力而導致佢撞埋去嗰啲雜物度飛出去車外等等咁樣，咁安全帶會有作用喺度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乘客方面唔係個個都成年人嚟㗎嘛。咁我早日如果大家有聽過我嘅分享，咁我講到話一啲小朋友方面啦，咁我話喂依家啲卡士咋，即係講到私家車輛，咁你都要限制啲小朋友一定要即係坐嗰啲咁嘅卡士啦，特製俾佢哋嘅，即係好似話唔超過呢個135cm的話，都係需要即係。用呢一個兒童嘅安全椅啦，喺個私家車上邊咁樣。咁點解呢？因為就係私家車普通嘅配置就好似依家大家睇到嗰啲巴士上邊嘅配置，都係啲所謂3點式嘅扣係嘛？由個肩膊位置拉落嚟，然之後扣上個安全帶扣嗰度。咁本身都唔適合啲小朋友去用嘅，所以先至有先前咩卡士留翻俾小朋友專用嗰啲咁嘅即係方案嘅啫，嗰啲咁嘅立法嘅啫。咁依家好啦，喺巴士上邊就係見到啲咁嘅問題，咁你都未 ready 好，嗰啲巴士都未準備好。咁再加上頭先同大家講到江議員江前立法會議員所講到嘅，就係話1月25號之後登記嗰條法律條文啊嘛。咁係咪1月25號之後啦？不得不提就係政府都好似用咗成5億嘅公帑係啦，走去資助呢一班嘅巴士啦，去改變翻嗰一個即係安全帶扣嘅問題啦。簡言之就係本身冇配上安全帶裝置嘅一啲車輛呢，都資助佢哋去安排翻即係整翻呢個配置喺度啦。咁但係問題，喂相關嘅配置有冇諗到咁 detail 呢？有小朋友有老人家，有啲即係叫做病患嘅，佢可能未必適合用呢啲3點式嘅扣嘅。可能要用嗰啲即係2點式啦，所謂即係由左拉到右扣上去咁樣啦。比方說係嘛，即係呢啲都未準備好，咁你又推出嘅話，咁係咪有問題先？嗱，呢個已經激起咗即係市民方面嘅熱烈討論啦。咁之後有啲市民不滿嘅，又話喂，先前有個86號 K 巴士，咁上邊又俾人剪咗安全帶啦。咁再之後呢，我覺得個即係比較嚴重啲嘅問題就在於早日嗰一單報導啦。咁都同大家稍為跟進過嘅，咁就話喂，有位
位市民成為咗苦主。咁原因就係佢諗住搭巴士翻工啫，係嘛？我都係想翻工嘅啫。咁點知就係話搭一個巴士諗住落車啦。喂，嗰個安全帶佢都甩唔到出嚟嘅。係嘛？咁甚至乎最荒謬嘅係咩啊？最荒謬就係話原來嗰一間巴士公司啦，城巴嗰度係嘛，就話到唔能夠咧就係剪個安全帶啊咁樣。咁唔知個公司諗乜鬼嘢啊？即係明明救市民應該係最重要嘅，排喺首位嘅係咪先？咁係咪因為先前呢一單即係嗰個所謂86號 K 巴士俾人剪安全帶嘅問題，咁啊因益廢食啊嘛，所謂即係驚咗啦係嘛？剪安全帶呢樣嘢好敏感㗎，所以唔好剪啊咁樣呢？一話係為咗剪完之後要復修啊，要俾錢嘅大佬啊，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咪先？咁於是乎就唔剪條安全帶咁樣呢。咁依家好啦，換嚟咗就個市民喺度埋怨啊！我哋都有資格埋怨啊，作為納稅人，點解呢？因為首先一樣嘢，原來當日咧去救呢位市民啦，即係離開呢架巴士車廂嘅時間，咁動用咗呢幾架嘅消防車輛啦，仲有警車啦，咁再加上原來呢差唔多係用咗成20名嘅消防員啊。係啊，20名嘅消防員，再加一啲警員啊，等等救護員之類，可能20-30人咁樣，就係為咗救一位市民脫離呢個安全帶咁樣。喂，大佬先前唔係講安全帶係保護市民嘅咩？令市民更加之安心咩？咁依家大家其實可能擔心嘅喎，哇！搭巴士嘅時間會唔會即係我想翻工啫，調翻轉就俾人炒喎，大佬飯碗都不保之餘，仲要箍住。呢個市民可能體格就好少少啦，當然佢都喺度詐型啦。點解要追討城巴嘅賠償呢？就因為當其時等待救援期間，成30分鐘都未有人嚟嘅時間，原來巴士熄咗冷氣。咁大家要知道，依家巴士呢，嗱以前有熱狗，但係熱狗呢，起碼佢即係喺冬天嘅時間打開車窗呢，就唔係咁熱嘅啫。咁但係依家啲巴士全部都行冷氣噶嘛，咁你熄咗個空調之後呢，即係冇咗個即係溫度調節嘅話，個巴士係非常之焗㗎。咁所以個市民就話：我覺得唔舒服啊，或者成。即係佢已經不幸中嘅萬幸咧，在於佢唔係嗰啲咩老弱殘咧。如果箍住，再加上個空氣係咁樣嘅話，唔流通咧，可能真係有一啲急性嘅病情出現都未定嘅喎，係嘛？咁所以成件事情係好荒謬，好荒謬，我覺得。咁我覺得除咗即係頭先講到話江前議員所講到啦，即係立法條文嗰個問題之外，再加上就係林林總總咁荒謬嘅啲報導啦，咁再加上一啲即係政壇上面嘅，即係可謂元老㗎啦。阿陳婉嫻唔知大家知唔知啊？當年都係個立法會議員啦，即係近排都見到唔少一啲政壇元老咧出嚟有唔少嘅講法唔知點解陳婉嫻出嚟講啦。咁先前我哋會見到蔡素玉出嚟講啦，同阿葉劉淑儀針鋒相對啦，喺呢一個陳家珮立法會議員逆線行車嗰件事身上係嘛？咁之後就見到即係所謂呢個陳婉嫻呢個又係政壇元老前立法會議員嚟㗎啦，工聯會嗰一個咁出嚟講，哇！佢講出嚟我覺得荒謬，但係唔知佢係咪刻意講出嚟呢？喺度諷刺件事情啦咁大家覺得係點呢？亦都可以喺留言板度評一評嘅。咁陳前立法會議員又講什麼呢？咁佢又話到，即係如果相關強制巴士戴安全帶嘅立法原意就係為咗保障市民身體健康啦，係嘛，安全啦咁樣之類啦。咁如果係咁樣諗嘅話，咁應該為企位係最危險嘅。咁係咪要取締依家嘅巴士嗰啲咩雙層巴士呢？全部變做呢個單層嘅巴士之餘啦，仲要取消所有嘅企位啊？係啦，冇錯啦，除咗就係話要取締呢個殖民地色彩嘅雙層巴士之外啦，仲要係單層巴士之餘，仲要係取締埋個企位。咁大家諗到嘅就係，我都真係好想返工啊！咁但係可能大家會失望啦。如果即係聽咗陳前議員嘅建議，咁原因就係，喂，你諗下，日日大家可能正常返工時間朝九晚五工作嘅話，咁即係理應你都可能要搭下啲巴士公共交通工具啊。可能好多朋友會搭地鐵，但係好多朋友都會搭巴士㗎嘛。咁搭巴士你有陣時等巴士有排等啦，係咪先？哇，塞到滿一滿咁樣先開車，過海嗰啲巴士，尤其是紅磡站，以前我都睇得多㗎啦。好多市民上到去即係水泄不通，成個車廂其實好辛苦啊，逼巴士。但係為咗咩啊？準時返工咯，唔好俾人扣嗰啲咩嗰啲叫做準時嘅一啲獎勵係嘛？即係勤工獎所謂係嘛？都要逼上個巴士度。
咁有個企位喺度，尚且都已經咁逼啦。咁如果冇企位，全部單層巴士咁樣，你諗下，可想而知，可能嗰一條隊呢，即係過去巴士咧，紅磡嗰條隊啊，係咪排到上去紅館都似啦？係咪先？即係你話幾荒謬？紅館明明俾人即係去玩樂嘅一個地方啊，聽演唱會嘅地方，變咗排隊嘅地方咁樣。即係你見到成件事都係荒天下之大謬。即係我唔知啊，如果陳婉嫻前立法會議員佢出嚟講嘅原意就係要串政府啊，諷刺件事嘅話，咁都叫做合理少少。但係如果佢真心咁樣講呢，我覺得佢真係脫節㗎啦，唔好再出嚟講啦。所謂政壇元老喺呢啲咁嘅時間出嚟講呢，只會出嚟即係有個獻醜嘅感覺喺度咯。即係咩取締殖民地色彩呢啲咩講什麼呢？即係香港，我覺得係有佢嘅特色喺度呢，有啲特色亦都係要保留翻咁樣嘅。咁除咗即係保留翻個特色之外啦，咁另外就要考慮到嗰個交通效率問題㗎嘛。咁如果全部都變咗做單層巴士，頭先講緊翻工啫，係嘛？咁如果住得遠少少嘅朋友呢，可能佢要由港島區去到新界區咁樣，咁佢要搭雙層巴士，有陣時多啲位置，咁即係你雙層嘅話自然多啲位置啦，咁多啲嘅坐位嘅都相應，係嘛？都叫做舒服啲啊，有啲位坐下，係咪先？咁呢邊單層巴士，咁究竟要塞幾耐呢？無疑間條馬路就會多咗車輛㗎咯。如果要配合翻個人流嘅話，係嘛？要整翻效率出嚟，肯定要多啲車先迎合到㗎啦，係嘛？冇咗雙層巴士之後，咁於是乎成條屯門公路呢，我諗就塞到爆啦。本身收6點呢，翻到屋企都7點幾嘅話，可能你要8點9點先翻到屋企啦。即係成件事你話幾咁荒謬呢？好啦，咁喺林林總總咁多荒謬嘅事情出現嘅時間呢，今日見到可能啲朋友都會覺得即係開心。咁或者咁講啦，放心少少，放下心頭大石先啦。咁亦都會覺得話，喂，政府都因時制宜啊，係咪先？咁睇翻個消息又講呢，原來就話政府高層呢意識到個條文係有問題嘅。唔知點解推出之前呢，即係我會覺得嗱，成件事情既然依家先意識到呢，咁應該就可以咁樣判斷啦，就係先前好草率啦。咁因為如果你真係經過周全嘅考慮之後呢，咁唔會換嚟咗呢條條文，即係會推出咗引嚟咁多嘅罵聲㗎嘛，係咪先？咁如果你考慮到周全，你真係有代入到市民嘅角色嘅話，咁我相信唔會即係出到嚟嘅時間個效果係咁樣咯。咁甚至乎有啲講法直情話特首李家超都俾人擺咗添。咁原因就係喺禮拜二行會前記者會嘅時間，咁明明聽到特首講，喂，大家即係唔好過分揣測，即係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就話到，喂，其實英美嗰邊嗰啲國家地區都會有呢啲相關安全帶條例㗎啦，係咪先？唔係香港首創嘅咁樣之類。咁但係市民都好心水清啊，咁網民都會揾資料啊。咁除咗先前同大家講過啦，即係譬如就係話喺內地嗰啲安全帶嘅相關條文法例都冇咁辣之外啦，譬如就係講到話深圳冇扣安全帶都好，都係罰300蚊嘅啫，係咪先？唔使坐監嘅咁樣。咁另外就有啲網民亦都講到佢哋自己生活喺嘅海外地區或者國家，譬如英國，話喂，嗰啲巴士冇安全帶都睇唔到啲安全帶，都想揾條都冇喎，咁樣之類。即係其實如果呢啲咁嘅信息呢係由特首本身嘅智囊團俾佢，即係我哋會相信就係話行會前記者會上邊，咁特首日理萬機，貴人事忙，係咪全部嘢都咁知得通透呢？可能即係大家都會明白，有啲資訊資料都係由佢啲助手智囊團俾佢，等佢喺一啲記者會嘅時間講翻出嚟啫，係咪先？咁所以有啲説法就話，喂，特首都其實俾人擺咗一棟依家成件事好醜怪啊，甚至乎講到話，哇，陳局長係嘛，陳美波局長，咁先前都冇講過就係話，即係除咗呢一個曾局長曾國衛之外啦，仲有呢個何永賢局長之外啦，仲有呢個陳美波局長要落台嘅。咁依家就有啲討論就話，喂，陳局長係咪因應住呢件事情，喂，草率處理引嚟咗坊間上面一片嘅罵名，可以講十居其9.5啊，都係咧，即係話呢個條文有問題唔應該推行或者成咁樣嘅，係嘛？咁但係要推行，咁難辭其咎嘅當然就係呢個局嘅首長啦，係咪先？咁於是乎佢係咪要落台之類？嗱，呢啲就後話啦。咁只不過依家咁樣去取消咗都好啦，或者即係叫咩呢？盡快安排嗱，唔係即時取消喎，盡快安排又要掉上立法會取消㗎嘛，係嘛？刪除呢個強制佩戴嘅呢個條文啦。咁但係就話之後會推出喎，
係啦，因為大家睇到啦，大字標題啊寫住特首要求即日指示啦，錯咗咧就要認係嘛，打就要企定。呢個即係有個擔帶喺度嘅，即係喺咁多嘅事情入邊要讚啲嘅部分呢，我相信就係話喂，肯去取消先啦，唔會話即係先前特首記者會明講咗呢一番説話之後啲官員解話，甚至乎尋日先同大家講完，運輸署出嚟講唔會叫做延遲㗎啦，都會繼續推落去㗎啦，半年之後再審視翻咯。即係林林總總呢啲嘢，政府有咁嘅公佈嘅咁嘅説法都好，起碼喺今日呢，就有一個咁嘅記者會由陳局長出嚟講，就話盡快刪除咁樣，就情況有人類比就好似當日呢個垃圾徵費一樣啦，即係個膠袋啊，係嘛？即係大家忘記咗件事啦，但係當日呢，應該就好煩擾你嘅。因為咧，你又要揾下喂邊度買膠袋啊，指定膠袋，又要話幾時抌垃圾啊，因為有啲管理處啊，或者成日要安排翻點樣收集翻嗰啲咩指定嘅膠袋啊、垃圾啊，裝嗰啲大型垃圾又可能要即係用另外一套方式啊，譬如你啲家具要抌又唔可以抌落普通垃圾袋，即係大家諗到都覺得好煩嘅時間咧，政府就剎停咗。咁之後到依家啦，即係都好彩係嘛，起碼都冇攞翻出嚟再討論啦。即係我諗大家要環保嘅，應該從個意識上面改變啦，而唔係強制性要收你錢。喂，市道都唔好啦，係咪先？哇，食餐飯依家都要幾十蚊一餐，以前都係幾十蚊，不過以前係可能30-40蚊，但係依家60-70蚊一餐飯，即係貴咗好多啲嘢，你仲要買啲垃圾膠袋係咪先？咁之後就冇一件事都好嘅，咁但係依家就話呢個巴士安全帶原來都係會推嘅。係啦，咁消息咁講啦，咁同大家去睇一睇，咁就係話會將嗰個相關嘅條文呢，相信就係修改嗰個罰則啦，就唔使坐監啦，但係要罰錢啦。咁使唔使罰到去5000蚊咁樣啦？似乎都未必使嘅，係咪先？咁只不過都係會罰，同埋都係會推咯，簡言之。咁呢樣嘢就要睇下之後刪除咗條文之後，再擺上立法會，咁立法會議員會唔會幫市民去把關啦？咁原因就係呢件事情當日嘅時間就係話呢個咩先立法後審議係嘛？咁去推出嘅，咁討論嘅方面呢，又唔使公眾諮詢，又話討論嘅時間係絕無僅有嘅，咁導致到呢條條文推出嚟嘅時間原來就係咁草率。咁樣講啊，即係成日都話依家完善咗選舉制度之後，立法會呢，佢嘅效率係非常之高，大家見到嘅。喺條文推出嚟嘅時間，基本上啲議員都贊成支持順利通過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在於，有啲嘢唔係即係通過咗之後就說服到大家，或者通過咗之後就係一定係一啲好嘢。正如夏主任所講呢，即係議員都要做翻一個佢應該有嘅角色啦，唔係純粹穿作附和政府政府做得好，政府推個條文出嚟一定支持咁樣㗎。咁入邊都要做個監察嘅角色啦。即係去到呢個新一屆嘅立法會嘅時間，如果呢條條文再擺上立法會，咁咪睇下佢哋點樣去幫市民去把關咯，係咪先？唔係又出嚟草草了事係嘛？安全要戴咁樣之類咩？咁我就認為啦，如果呢條條文依家講到話會刪除咗先，之後再不日推出嘅話，咁可能喺今屆嘅政府呢，未必會推出咯。係咯，因為你再攞出嚟搞，咁咪就係盞搞。咁如果坊間上面有講到話特首都有佢嘅選舉工程李家超可能會連任嘅話，咁呢個咁灼手山芋咁嘅一個政策係咪會再推出嚟去討論，引嚟坊間嘅罵名呢？因為即係呢樣嘢係好似呢侮辱咗民間嘅智慧嘅。點解呢？就係保障生命、保障安全呢啲大家都明白，大家都知曉㗎啦，係咪先？唔使政府理教，我哋都會做好佢嘅，係嘛？咁有安全帶，有啲市民都會選擇扣嘅，未有立法之前。咁有啲市民點解唔選擇扣呢？因為佢哋可能嫌麻煩啦，麻煩在於佢哋一抽二楞可能抱住個 BB 或者剩啦，係嘛？好多嘢都可能自己選擇。咁但係要保障安全嘅話，咁企位先係最危險嘅位置。咁點解嗰度又唔針對性去處理呢？係嘛？咁點解就係針對住啲乘客座位，即係坐咗喺度，可能相對嚟講安全啲嘅位置，咁就攞出嚟去講呢？其實呢啲嘢我諗大家都會明白，即係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或者政府做多啲宣傳嘅話，可能已經幫咗件事咯。咁而並不是要強制性當你係即係冇約束能力嘅，當你係唔注重自己身體健康人身安全嘅，咁要強制去立個法出嚟，係嘛？依家唔係亂世依家由治及興啊嘛，由亂及治由治及興啊嘛，係嘛？依家係一個新嘅環境，咁大家應該識得去點樣處理件事情咯，而並不是話一定要強推咯，我覺得。
係咯，咁啊睇一睇個情況係點樣啦。咁今次咧同大家稍為跟進住咁多先啦。各位朋友對於今日啊，咁啊陳局長出嚟咁啊個解說有啲咩嘅睇法或者意見呢？咁歡迎喺留言板度講，等馬詞用翻心心或者文字回應翻大家。另外希望大家做好三步高嘅繼續支持馬詞我，包括點讚、訂閱、分享。咁記得撳埋訂閱掣隔離嘅欄鐘仔入邊選咗全部。希望下一節再各位朋友嚟收聽馬詞嘅節目。多謝晒大家嘅時間，祝願各位朋友身體健康、生活愉快。我哋下一節再見，再會。